希望將你嘅產品放喺全球訪問量最高嘅首選 Google 首頁自然排位整做出嚟啦。喺呢個視頻，我哋教大家點樣用零成本發展呢個。首先，我哋要了解一下互聯網每1分鐘嘅海量數據源頭。所謂海量 ，YouTube 上傳72個小時，我哋要3天不時不休先可以用。Google 手冊有200，頁面增加70，網站增加570，郵件就會發出2億。喺呢個海量數據裏邊，我哋點樣可以借助 Google 同 YouTube 呢兩大搜尋，讓我哋嘅產品喺國際舞台上發光？我哋喺呢度分享一啲關鍵詞嘅結果俾大家。我哋隨意找一啲關鍵詞 ，iPhone 5。iPhone 5係一個知名品牌，喺呢度睇到個數據係1億2千萬，喺1億2千萬嘅數據裏面首名，係我哋做嘅事。我哋再翻嚟第二個頁，喺57萬嘅數據裏邊，我哋首頁第二頁我哋掛住，第3頁都係俾我哋掛，第4頁都係俾我哋掛，第5頁都係俾我哋掛。我哋成日講讀書，我哋今日都要為我哋嘅產品攞第一，我哋要做全球首頁排名，我哋先可以為我哋產品尋找出路。我哋喺嚟緊嘅5月20號喺香港工業總會舉辦一場研討會，中小企如何面向全球市場，有零成本做全球市場推廣，重新出發。時間係下晝3點至5點。如果大家對呢個研討會有興趣，大家不妨揸緊時間點擊呢個鏈接，下載報名表報名參加。大家亦可以向我哋諮詢嘅，我哋係香港唯一一家教大家零成本做全球首頁排名嘅公司。Full Market。